港嘅丈夫同埋內地嘅太太要離婚，咁到底喺香港離婚好啦，定係喺內地離婚好呢？唔使心急，今日就一次性同大家講清楚。上述所問到呢個問題咧，可能涉及到4種情況，每一種情況有唔同嘅處理辦法。第一，內地人同埋香港人喺香港結婚嘅，香港內地都可以離婚，喺內地通過法院起訴離婚。第二種情況，內地人同埋香港人喺內地結婚，香港內地都可以離婚，喺內地嘅可以選擇去民政局協議離婚，亦都可以通過法院起訴離婚。第三，內地人同埋香港人喺香港結婚，後嚟咧內地人攞到香港嘅戶籍，呢種情況內地同埋香港都可以離婚，但係喺內地離婚嘅必須要滿足喺內地某地區連續居住滿1年嘅條件，而且只可以通過法院訴訟離婚。第四，內地人同埋香港人喺內地結婚嘅，後嚟咧內地人取得咗香港戶籍，呢種情況喺香港離婚有一定嘅難度。如果其中一方喺內地某一個城市居住滿1年嘅，可以喺內地通過法院訴訟離婚。如果覺得等待1年嘅時間太長，亦都可以翻到去當時辦理結婚登記手續嘅民政局所在地嘅法院起訴離婚。根據民事訴訟法嘅第22條，對公民提起嘅民事訴訟，由被告所在地嘅人民法院管轄；被告住所地與經常居住地唔一致嘅，由經常居住地嘅人民法院管轄啦。呢個原則同樣適用於涉僑涉港澳台嘅離婚案件，即係話，如果被告喺內地有住所地或者係經常居住地嘅，則由該地嘅基層人民法院管轄。其實前面呢幾種情況咧都係比較好處理嘅，最麻煩嘅係第4種情況。我哋上個月咧辦理咗一個涉港離婚嘅案件，就係屬於第4種情況啦，亦即係雙方原來都係深圳人，喺深圳羅湖結婚，後嚟咧都取得咗香港戶籍，平時亦都住喺香港，而家想翻嚟深圳離婚。啱開頭嗰陣時咧，深圳嘅法院佢係唔受理嘅，要求咧提供香港法院不予受理嘅材料。後嚟通過情況說明、材料補充、反覆同法院溝通，提供其他法院實際受理案件嘅案例之後咧，法院最終先同意受理。根據1984年7月14號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原在內地登記結婚，現雙方均居住香港，發生離婚訴訟應如何處理問題嘅批覆，對於夫妻雙方均居住於香港嘅同胞，原來喺內地登記結婚嘅，而家如果發生離婚訴訟，如果佢哋向內地人民法院請求，內地原結婚登記地或者係原戶籍地人民法院係可以受理嘅。至於香港、內地都可以離婚嘅情況底下，到底係選擇邊一邊離婚對你更加有利？可以諮詢周律師，俾到你最好嘅建議。